祝你公调好。上团有一间公庙非常的灵舍，叫做大片宫，香火非常的旺啊！大家开大拢过来卡车的善男信女来这拜拜个问事。今日大片宫又搁要开大咯，大片神到底要安怎帮助这信徒来改变伊呢？依然实情的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来，倒沙缸，好。再好哦，哎呀，哦，好势。啊，公主来，公主好，辛苦啊，公主坐。车坐。啊，今日天气袂歹吼。真凉对啊！哎，谁个袂歹？哎，公主，拢无信徒。哎，公主来，我感觉你面青面青的。你这身躯，对啊，你这书唔是用啊？迄个安怎？你咧拍野球的主信嘛？我徛伫保守后壁迄个嘛。对。加油！中华队加油！干咩等呢？一支两支三支，你比我哪知有啥货？你唔使讲你嘛甲教者。你动者，卖一直比落。两支。麦克，加油！别紧张！等，你太生活。情况大的啦，当你主心都袂忝啊！情况大的，情棍，卡要开，你看，你敢会看你？哈你几时主心来你嘛？我特别为表演来。你讲两支。来，准备，紧张，看后面。什么这个某？迄红中你我某，你是通做主心嘛袂啊？你讲一摆。迄个某，不，好歹球是我咧讲的，毋是你咧讲的。我若需要意见时，我会甲你问。卖，你安尼我看到卖算啊！你今仔是要来，我意啊！你是要来做主心，还是要来安怎安尼啦？无，我已经通灵的退休遮侪年啊，我想讲吼，来学做倒头啦。你开姜的嘛？哎呀，家己啦。哎呀，300个安尼。恁兜主神什么呀？哈，有正经啦，拢有啦。看信徒爱拜啥啦，三清道祖啦、母娘啦、观世音菩萨、保生大帝啦，拢有啦。你竟然讲无用的吼？无啊，无法度啦，信徒侪有哦，大有安尼无共。阮一尊尔呢？我甲你讲，零下一个都有够啊。迄尊尔。我零下一尊都有够，嘿，一尊都有够。这尊会拖烟呢？很凉哇，真正会食凉水的呢。什么叫食冷水的？食凉水啊！啊，这拜托伊来的。啊，无问题。你这大咖来做我的倒头，那好说，那好意思啊！做参考，做一下参考安尼。好了，敢有人客啊？大片神啊！你好，我信徒，我白小姐啦。你啊坐，你啊坐。啊你，我乃先生啦，小姐啦。无啦，你大讲啊，莫紧张，无紧。我是生了安尼较查甫型安尼啦，嘿啦。你有挂号无啊？有啊，恁遮敢爱挂号？是讲我无，你滚慢来显啦。新明咧看吼。啊，外口原本拢有游览车嘛，我拄只行远拢无半台咧。系啊，我打招过来食，啊，要问代志好，你等下就起价。来，公主要起价哦。来，这条啊8月，准备要降价哦。来，叫好神啊！叫好神来温验无？
我讲好神，好神，这偌济信，这嘛那一吨尔。大皮神降价啦，大皮神降价，来，什么代志你甲问看卖？来，有啥物代志来甲咱新民来请问？安尼啦，我家庭哦有一寡问题啦。哦家庭这个问题足重要的通常哈，足美满的嘛，拢袂来遮啦。哈，有影啦，有影。来，你还免紧直讲，新民在遮你直讲。嘿啦，是明我咧度迄家庭，你甲翻译一下无？我无我足惊即个大片神听无啥有呢。哦，你袂使那个。哦，无你嘛，无你。弟弟大问那个是那个是多年纪啊。某一个，laki，不多你是干你弟弟干那有冇那个啦？你对超级美国天两面讲无共啊。我足惊我听有诶咧。那你是滚卡住就跟我那个在讲笑。哦，是，新民讲吼，伊吼。你这款的足大条的，哎，我甲你讲，你是好运哦，来到遮拄着伊哦，遮真正。对啦，这位倒头兄，就是因为足严重我嘛是小姐啦。哦，你小姐哦。对，我小姐。我唔敢共款的。对，我困了拢共款，是安尼啦吼，这位师姐啊，因为吼，我就是足严重，唔过人甲我报讲一定爱来找这大平神啦。你来遮就对啊，你来遮就对啊。问题是敢若突然间个天灵啊，你敢若唔系？你对我讲的我听有。哦，倒头蛮歹做嘞。我讲你先在讲，其实我对你讲没算多个大。你也反正我随在你。好，新民讲你好运，吼拄着伊，吼伊一定甲你。帮到底，吼，所以咧，不要紧，你的镜头你直讲，哦，甲新民讲，新民这摆一定甲你处理，一摆甲你处理较好。对面说好势哦，免讲吹啊，免讲吹啊。这我困觉我几十年，你知无？新民啊，我吼，一个年啊，你什么的啊？你这个怎么多开心的开心位啊？哦，我想要等去通灵了啊！好来，什么代志你讲来？你讲啦，我拄则讲吼，这困了我10几年吼，我若听到一两个字吼，我就会吼，那爬起来跳动安尼咧，嘿啊，真奇怪。你就讲出来啊，这是民间有法度处理啊。我就听到 Michael。看安尼啊！休假！坐啦！你看雄安尼啦！少年，你甲我救咧哦！对啦！啊无，我嫌我跋倒，你知无？对。谢。我嘛要讲啦。我来听到吼，听到什么啊？我来听 Michael。看过来啊！激动诶！来！掐对！我若听到这两个字吼，我就会安尼，跳起来跳动。吼，上喊的时候，我人就叫 Michael。这里，哦，我的伤，哎呦喂！休假！你要甲我瞧好啦！休当。哎呦，大平神啊，你一定要甲我解救啦！哎呀，你个他妈的，我一点送爱个，我是讲个啥真的。新民是讲哦，你不是嘛是人讲，但伊呢我甲你讲。好啦，新民是讲吼。刚才你来到遮啦，啊，是民自卑啦，看到这款情形，看嘛唔甘吼。我跳安尼，佫有法度遐大箍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这一定要甲你斗相共的吼。所以新民的意思就是讲，对你烦恼真好。意思是安尼啦，你这代志要解决了，真无什么困难啦。哎呀，你讲你听到 Michael。闭嘴了，讲你两字啦，哎呦，迄过掠讲你知无？我已经了解你的镜头啊，吼！我为即摆开始袂阁讲 Michael。这个咱有啦。
我知，神明自卑啦吼。是像你较看安尼，我敢有生小查某？诶，不离本来就是嘛吼。安尼啦，改一个名应该就无代志。你等于甲恁翁讲叫改一个名，改名？伊改个你个调，改我较应该不讲干嘛？你讲卖改讲。哦，你这条真足歹处理的，阮新民拢烧声伊安尼。新民的意思是讲吼，要改什么？改一个名吼，以后恁翁就叫麦来克。哦，你看，五条，哦，条呢？买什么？买来哭，麦来克。麦来克。对麦克改成。叫我麦来克吼。麦来克敢若？诶，你若毋信吼，这有神无神，甲你证据，甲你有够灵相，无试看卖就知影嘛。对。啊，麦克变成麦来克。哎呦，哎，Q 姐，麦克东。新民的时间嘛有我悠绝对有闲的，结识到你。歹势。新民的时间嘛悠闲的。哎呀，可怜啊！这查某人带着这款的镜头啊，真正是稳固的带大刀啦。有第二句俗语哦，吃了。我是为讲我干啥？阮新民的意思讲吼，伊就改名，就法度处理这款镜头。哦，这个镜头就喺度处理啦，对。啊，这个我买哭。新民讲吼，你的名就改做，莫讲迄两字。新民讲吼，你的名就叫做，恁翁的名就改做麦来克。哦，对，你即马安尼讲，我拢未记起来呢。系啊，麦克改成麦来。这个真歹谈的，这个都刮了。那个很累会人会挂掉。哎呀，真正是这查某人对这款镜头哦，真正是叫做稳固拍车恁。听到吼？拄好有两句俗语出来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拄则这个底局。这查某人这款的镜头，伊安尼袂停，这款的到底是对一句俗语来讲较拄好呢？第一句叫做稳固带大刀，第二句稳固拍车轮，稳固咱大家知影，大概是安尼嘛。那翘骨的意思，翘骨嘛，啊大刀，拍车轮两句意思来赞成拄好这个情形，第一句稳固带大刀的举手。听无用药的，我用药的。应该。听无用药的，我听无用药的。来，这位主席，嘿是，这位迄个韦太太，拄则无举手的，是毋是拢赞成稳固拍车轮举手？你感觉是安怎？因为稳固的，你搁安尼拍车轮足困难、足艰苦的代志。非常有道理。稳固的吼，这是一个新心障碍者吼，算翘骨，恁头讲拢对。稳固的人。伊变做胸坎的拿落去，大大的巴肚的安那吐出来，一个拿落去，一个吐出来，两个都要马肚吧。所以稳固的带大肚的马肚吧，肚好，肚好了。刚才迄个气嘴下喇叭，对啦，马吧。另外稳固的吼，拍车轮，拍车轮伫翻跟斗、车本斗，伊本来这算。有各种啊吼，身体无方便，啊，搁要拍车轮，迄真正像伊安尼吼，食力搁歹看。所以迄种意思伫啊。所以正确的答案是，应该是稳固的拍车轮。稳固拍车轮。迄个轮吼，迄个轮写一个好啊啦吼。普通咱这里咱会读啥？车。还袂完呢。来，
练哦，练咱来讲四练，四练我写你写讲我都歹势。哦，那你写字甲碰课有较差哦。差足济，差足济。这个咱读做四练，另外咱来讲，这个嘛读做轮，对， 3年一温，好歹叫轮，啊对，生骨轮，疼骨骨，对。啊，另外一个因就是爬车恁。就讲翁亲母亲老婆啊，爬车恁，两个翁仔某吼拄啊结婚，汤干未甜，结果拢搞迄个老的放喺边，老的放喺边啊，所以老伙仔即做些代志我家己来，所以阮久爱爬车哩比食了搁歹看，像伊安尼吼，我若是因我嘛错咧等。无3工就往生。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啊。